屯門南線咧，因為喺施工入邊咧，其實無可避免就要測試重置同埋關閉部分嘅社區設施啦。當中包括就係喺屯門嘅屯門游泳池啦，將需要拆卸同重建啦。喺2023年嘅時候咧，就成為咗機電工程項目入邊嘅機電總成北，包括係電氣啦、消防啦、冷氣啦，同埋呢個 pump drain。成個進程入邊，我哋遇到挑戰係包括咩咧？就包括係工程密集啦。人手嘅緊張啦，同埋我諗大家都知啊，建造業其實而家人手相當短缺，一啲好資深嘅師傅咧，其實都係相當緊張嘅。咁所以點解我哋會諗到一個 MIMEP 嘅做法咧？就係將所有能夠做得到嘅地方，包括係一啲唔同嘅機房啦、唔同嘅綜合配置啦，就利用呢個機電組裝合成法，將佢咧就喺工地以外嘅地方，先將佢做好晒。Hilti 啦係我哋嘅伙伴啦，我哋就將呢個 MIMEP 咧，每一個模組咧就同呢個Hilti 嘅團隊咧一齊去研究如何配套，因為Hilti 嘅成個綜合支架嘅項目咧嘅內容咧非常之豐富，亦都提供咗好大嘅彈性。屯門咧，我哋有兩個工場啦，係專係將呢啲MIMEP 咧。係組裝成為一個機電裝備合成法嘅 module by module， 咁然後咧就喺工地入邊咧，我哋適時地配合，就搬到去工地，我哋以 just in time 嘅方法，即係嚟到就即刻將佢移佢上去，就配合咗成個工地施工嘅安裝。我哋喺呢個屯門泳池呢個工程入邊咧，我哋仲係攞緊啲數據翻嚟，咁但係咧，我哋之前已經有好豐富嘅經驗啦，喺唔同嘅項目。我哋能夠將一個機房由90日變做38日，即係大概慳咗2/3時間。咁另外有一啲大型機房啦，我哋將6個月嘅工程變做大概2個月至3個月。同埋喺工地入邊咧個安全，其中一個大議題，因為我哋喺廠入邊做咧，其實安全好多嘅。但喺工地上，我將以前嘅傳統做法咧，其實我有好多高位嘅作業。喺個情況之下，用咗呢個機電裝備合成法嘅話咧，自不然將嗰個安全隱患咧係減少咗好多。由於用咗呢個BIM 嘅技術啦，再加埋呢個 MIMEP，喺將來維修保養方面咧，就令到個業主咧更加容易去安排日後嘅維修保養工作。只要個FM 團隊佢開翻個 BIM model， 喺翻一個唔同嘅 module 入邊，其實佢可以睇翻現場。係跟呢個BIM模嘅資訊係一模一樣嘅時候，佢就可以展開一啲後續嘅維修保養工作啦。好多謝屯門泳池呢個項目裏邊，我哋得到地鐵同營電嘅信任，俾我哋能夠提供最優化嘅機電吊掛系統方案。Hilti 嘅綜合項目方案係透過 BIM、MIMEP 提供設計、施工同埋建築全生命週期嘅資訊，去優化設計，並且促進各部門嘅溝通。簡化咗成個嘅流程，支持可持續嘅發展。我哋期待未來能夠協助更多嘅項目，共同實現卓越成果。